靈修2025年6月14日，要與喜樂的人同樂，與哀哭的人同哭。羅馬書12章15節，當身邊未信主的朋友面對父母重病，甚至走到生命的盡頭，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常常感到不知所措。我們想安慰，卻又害怕說錯話；我們想表達信仰，卻又怕對方反感。但其實最重要的不是說什麼，而是成為什麼樣的人。耶穌說：你們要彼此相愛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約翰福音13章35節，在朋友最脆弱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不帶審判地傾聽，默默陪伴，在需要時伸出實際的援手，讓他們從我們的行為中感受到一份不一樣的溫暖與力量。此外，我們也可以在心中為他們禱告，求神賜下平安與醫治的恩典。若朋友願意，我們也可以輕聲詢問：我可以為你禱告嗎？這不僅是愛的表達，也可能是他認識福音的起點。我們無法改變病情，也無法代替他承擔痛苦，但我們可以在他人生最艱難的時刻，成為一盞微光，指向那位真正的光，主耶穌基督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將我這位正面對父母重病的朋友交託在你手中，求你親自安慰他憂傷的心，在黑暗中賜他一絲平安與盼望。願你也憐憫他的家人，保守他們在照顧中有力量、有智慧。若你願意，也求你施行醫治的大能。求你使用我成為你愛的器皿，給我智慧去安慰、陪伴，用行動活出福音的真實。願我的生命成為你恩典的見證，引導人認識你。奉主耶穌的名禱告，阿們。